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关心天气的状况。这个方面路南带来着冷空气，今仔日全台湾各地气温是明显来下降。金门、马祖甲中部以北透早12度到14度，其他各地头是15度到17度。啊，那伫咧台湾本岛平地上低温，伫咧新北市的石门甲桃园的杨梅只有12度3。啊，这个中昼过昼了后，已经豆豆转打冷咯。这波东北季风拜四的早起来减弱，但是到拜五，佫有另外一波东北季风会来影响天气。头家娘赶紧将这狗的外套塞出来卖，啊！若伫公园内面运动人加真少，因为湿够冷，好大家无想要出门。这波冷空气透早威力上介强，上低温伫外岛的马祖南竿干那11度6，新北市的石门、桃园的杨梅嘛只剩12度3。大家早起要伫摇雨伞，要过过昼了后就变大冷，要过冷空气依然真强，提醒乡亲要注意穿好少，唔通感冒。今天各地的天气比昨天来的冷多了，尤其是金门、马祖、北部、东北部和东部地区，一整天的温度都在20度以下。我们预估今天的高温在马祖是15度，金门、北部、东北部、东部的高温只有17到19度。明天清晨的天气还是冷，沿海空旷地区还有近山区的平地，低温还会再低一些些。拜三透早可能会剩11度，这波冷空气伫拜四会较回，不过拜五又有另外一波冷空气会来，伫拜五、拜六扫过台湾，水汽有较济、较悬的山，敢有可能落雪。水汽在下半天渐渐的减少，而目前看起来下雪机会就降低很多了。北部、东北部乡亲出门拢爱穿好少，啊，若南部呢，还有27度，就敢像南部较受热。